喺2024年嘅聖誕節，我喺東京度過。不過喺表參道同埋原宿呢啲市區呢，多數都以線燈掛喺樹上面裝飾，感覺呢就冇話好特別，而且氣氛都一般。不過呢，喺惠比壽嘅聖誕氣氛呢就比較濃厚啦，仲可以喺從高樓入邊呢俯瞰住東京市。我呢度嚇死，仲話呢個係一個落地玻璃添。呢個牌主要羅列有餐廳嘅樓層。而家首先上39樓參觀，之後再落返去38樓。呢度都應該睇到，有啲恐怖係喎。呢個應該係最高嘅日本嘅大廈。未係最高，唔係最高。免費啫。我聽日坐飛機冇離心啦，因為我冇。39階でございます。正對就係東。如果大家行到攰同埋肚餓嘅話呢，呢一度呢都呢個樓層設有餐廳同埋食肆，喺充滿住佈置氣氛嘅環境，望住東京市嘅全景，享受住美味嘅日本菜。如果比上香港呢啲嘅環境幫襯嘅話呢，可能買單呢都要大2000到3000蚊起跳㗎。呢個 Style Lunch 呢，有唔少遊客喺度打卡。
惠比壽花園廣場真係好舒服啊，地方又大，人流又冇好多，去呢啲地方呢，過節日呢真係好適合啊！